里面领一直咧个赔税，但是迄个啥，迄个服务员唔好领，唔好赔，气拖拖，但是搁到等于到太子间，去太子间遐邮局里面赔税，我搁偌济个当交赔税。咱现在安尼是安那咱源头拢无知，唔知讲一个诈骗集团伊个电话，咱无法度来去甲查迄个源头是无。是安尼，咱现在安尼是安尼，咱无法度甲源头遐调出来。或者伊个日子嘛，大家都收起。好。你捌看迄个就是咧报菲律宾诈骗集团咧，把飞机包飞机就要叫人载去大陆，你捌看这个新闻？无。啊，我拄仔咧甲你讲过，这诈骗的电话拢是大陆，啊若无菲律宾，包括去韩国迄边，有这诈骗的骗到韩国去嘛乱七八糟。这诈骗是讲骗咱台湾，是细节拢咧，大陆嘛骗到骗。结果你也看，今仔咱的新闻有报片是菲律宾个100几个诈骗集团，有100几个飞机、航飞机载拢载去大陆去接受大陆那边审判。啊，迄个这个作品咱台湾人，这诈骗这主机有拢来台湾。哎呦，烧脑。你怪也怪袂了啦吼，啊要糊甲糊袂了啦，啊咱就从家己做好咯，家己管理好咯，咱免诈骗，啊咱慢慢做。真正就拢是大陆，啊袂对，进入本岛的，那电话若设伫咱本岛的，绝对到袂，绝对到袂，因为电话设伫对，咱先查拢水台，所以的电话咱是台湾，安尼了解啦？是。啊，咱会当盗伊的电话，譬如讲这个电话是咧骗人的电话，你搞一件啥机关讲，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记录，我天文去刑事警察局支付讲，这个电话啊，这个口子拢咧骗人，咱甲挡掉。从伊口子甲挡掉，就会变得咱怎样？啊，咱领导人咧办哦，诈骗这咱拢有持续咧办，咱今仔有交代了咧骗交咧骗交咧，我有咧退啊。你刚才讲我交代来咱对政府跟刑事警察局，了解讲诈骗是要哪里啊？一直太讲这边是来要哪里？过来咧这边无功夫无好诶，变成乌鸦呀。所以这侪拢在关键哦。我讲第一点咱来抄，第二点咱来精进，听有无？你若歹抄啊精进，我相信要成功的应该无遐难，都无遐难。啊，你若去问我吼，我甲你100%我就绝对你袂了解，哎了解，若无清楚的啦，无了解，你会当。我头很叫帮忙。教官。那林教官的电话需要拜托伊帮忙，甲。无啦，拜托。大家互相知识交换，我有看到啊，大家互相知识交换，有时阵直接在交换方面啦解决。啊，你若无交讨论了解吼，但是处理起来比较较顺利，差是安尼个，卖讲迄种个安尼。好，还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